您知道吗？根据统计，有超过47%的60岁以上民众每天都在食用一种常见的食物，而这种食物与认知功能退化、风险增加62%有着直接关联。没错，我指的不是什么罕见的化学物质，而是您本周早餐可能就吃过的东西。身为一名钻研长者、饮食与长受关系长达20年的专家，我亲眼目睹了现代饮食带来的毁灭性影响。那些坐拥数十亿产值的食品，大厂不想让您知道的是，他们刻意将某些食物设计成具有高度成瘾性。这些合法的食品随处可见，却像是一把开启老年疾病大门的钥匙，正悄悄地偷走您原本该有的黄金岁月。今天我要揭露一声含老年学专家紧急呼吁60岁后必须戒除的7种危险食物。这些食物正是导致疲劳、关节疼痛和脑雾，那些您被误导以为只是老化正常现象的主要元凶。但首先让我解释为什么这很重要，以及为何您的身体现在处理这些食物的方式与20年前截然不同。您一定懂那种感觉，对吧？在经历一夜辗转难眠后醒来，立刻感到一股沉重的疲惫感。当您伸手去拿早晨的咖啡时，关节却隐隐作痛。走进厨房准备做早餐，突然间却想不起老花眼镜放在哪里，明明刚才还拿在手上。这些不只是生活中的小烦恼，而是身体发炎、反应系统正在超负荷运转的早期警讯。在2023年，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中，研究人员追踪了200名60岁以上的成年人，发现了一个惊人的关联：那些饮食导致发炎指数最高的人，出现功能性衰退的可能性高出了47%。这意味着他们失去了在无人协助下行走、准备餐点或管理自身财务的能力。为什么这个情况现在会发生？随着年龄增长，身体会发生2个巨大的变化。首先，您的肠道益生菌，也就是体内的防御小尖兵，数量开始减少且功能减弱，这使得身体较难抵御您吃进去的坏东西。其次，您的新陈代谢变慢了。当您在65岁时吃了会引起发炎的食物，它停留在体内造成破坏的时间会比35岁时长得多，因为肝脏和肾脏清除废物的效率已大不如前。这意味着那些看似无害的加工食品不再只是空热量，它们现在变成了活跃的毒素，正在破坏您全身的运作机制，导致持续的疼痛、睡眠品质低落和记忆力衰退。这些点至关重要，因为我们对抗的不是年龄，而是饮食造成的加速老化。这是一场您可以获胜的战役。现在让我告诉您解决方案。我们从最常见的早餐威胁开始。第一种食物，含糖麦片 （sugary cereals）。我们直接切入重点，含糖麦片。您可能以为这是一顿快速方便的早餐，但实际上您正在让血糖指数飙升，导致胰岛素瞬间大量释放，这就是所谓的血糖震荡 （sugar spike）。这这里的科学机制很简单，血液中过多的糖分子会粘附在重要的蛋白质和脂肪上，形成研究人员所说的糖化中产物 （sticky sugar damage）。这种粘稠的损伤就像是身体里的铁锈，它会破坏保持皮肤和动脉弹性的胶原蛋白，并使您的大脑发炎。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，经常食用高度精制糖分，如许多热门麦片中常见的成分的人，其大脑中的记忆中枢明显比低糖饮食者更小。这不仅仅是血糖过高，更是记忆力的流失。那么摄取多少才算过量？
老实说，您应该完全停止食用，请寻找每份糖分少于4公克的麦片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判断标准。提供一个小撇步，改用无糖杏仁奶，加上少许肉桂粉，制作隔夜燕麦粥 （overnight oats）， 这能提供稳定血糖所需的膳食纤维。只需前一晚花5分钟准备，就能换来更健康的下半生。但让研究人员惊讶的是，这种食物的影响会被第2种食物加剧。第2种食物，白吐司与白面包 （white bread）， 这是另一个隐形的餐桌主食。它松软熟悉，但几乎完全缺乏老化。身体最需要的东西，膳食纤维。当谷物被加工成精致白面粉时，最有营养的部分就被剥夺了，剩下的基本上就是纯淀粉。您的身体将其转化为糖的速度，几乎和刚才提到的含糖麦片一样快，它在体内的作用就如同糖分一般。这个里的问题在于它会消耗您的维生素 B 群，特别是叶酸 folate。您需要叶酸来修复身体的细胞病，保持心血管健康。高精致淀粉的饮食会让这个系统过度劳累。在一项针对有心脏病史的老年人研究中，每周食用5份以上白面粉制品的人，心脏病发作或中风的风险比专注于全谷物饮食的人高出30%。这不是要您完全不吃碳水化合物，而是要选择对的碳水化合物。您的目标应该是每天摄取至少25到30公克的膳食纤维。具体建议是选择100%全谷物面包，或者更好的选择是酸种面包 （sourdough）。酸种面包的发酵制作过程实际上能帮助您的身体更好地处理淀粉。小提醒：不要只看包装上写着小麦面包 （wheat bread）。您必须确认成分标签上的第一个成分是100%全谷物，接下来这个更为强效，而且您可能多年来一直把它涂在吐司上。第3种食物，人造奶油 margarine 与加工植物油抹酱。几10年来，我们被告知天然奶油 butter 是敌人，而人造奶油是健康的替代品。我们被骗了。许多人造奶油和抹酱含有大豆油、玉米油或菜籽油、芥花油，这些油富含欧米伽6脂肪酸。问题很简单，欧米伽6会引起发炎。虽然人体需要少量欧米伽6，但现代饮食已完全失衡，摄取过多欧米伽6，而缺乏来自于类或亚麻籽的健康欧米伽3，会触发让全身着火的反应，特别是您的动脉，这会导致血管硬化和片仔，增加中风和心脏病的风险。新英格兰医学期刊的一项研究显示，只要摄取少量的人造反式脂肪，心脏病的风险就会增加1倍。想一想，是增加1倍，那么该吃多少？0，绝对是0。您必须剔除任何标签上写有氢化植物油的产品。最佳的替代方案是改用真正的草饲奶油 （grass-fed butter）， 或者更好的选择是使用特级初榨橄榄油 （extra virgin olive oil） 进行烹饪。橄榄油是地中海饮食的基石，已被证实能将任何原因导致的死亡风险降低15%。请继续听下去，因为第4种食物可能会让您震惊，它常被伪装成健康饮品。第4种食物，代糖饮料 （dietary sodas）， 这是许多想控制体重的人的首选饮料。你以为省下了热量，但其实是让身体和大脑暴露在一种无声的危险中。人工代糖，如阿斯巴甜 （aspartame） 和蔗糖素 （sucralose）。这里的问题既复杂又可怕。甜味剂会欺骗您的大脑，更关键的是，它会破坏肠道内的益生菌。当您的味蕾感受到甜味，但没有热量进入时，大脑会感到困惑，实际上会导致稍后
对糖分的渴望更强烈。此外，意向针对超过50,000名停经后妇女的研究发现，每天饮用2杯或更多代糖饮料的人，罹患某种类型中风的风险增加了31%。这不是轻微的风险，而是巨大的风险。科学家认为，部分原因在于这些甜味剂会改变肠道健康，增加发炎反应病，随着时间推移，使身体对胰岛素产生抗性。这与您想要的结果完全背道而驰。喝多少是可以接受的，完全不要喝，它造成的生理和心理混淆根本不值得冒险。解决方案是改喝气泡水，挤一点新鲜柠檬或莱姆汁。如果您需要一点甜味，可以使用少量的甜菊叶 stevia 或罗汉果萃取物 monk fruit extract， 但请注意，有些产品可能含有会引起消化不适的成分。大多数人会忽略下一点，但这至关重要。第5种，食物加工肉品 processed meats， 这是节日和烤肉的最爱，包括培根、香肠、热狗以及大多数的切片火腿。这些食物虽然美味，但伴随着沉重的健康代价，主要是因为2个成分：防腐剂和过量的盐。科学上的问题集中在防腐剂上，这些用于保持肉类色泽鲜艳的化合物，在体内，特别是在高温烹调或胃酸环境下，会转化为有毒物质。世界卫生组织 WHO 已将加工肉品列为与吸烟同级的致癌物。一项回顾了超过800份研究的报告，得出结论：每天仅摄取50公克的加工肉品，大约是2片培根或1根热狗，罹患大肠癌的风险就会增加18%。我的食用建议是将这些食物完全从您的日常饮食中剔除。如果真的要吃，请把它当作极其偶尔1个月1次的放纵。更好的替代方案是专注于瘦肉、未加工的蛋白质。鸡蛋是大脑营养的绝佳来源，像鲑鱼或沙丁鱼这样的富含油脂鱼类能提供关键的抗发炎脂肪。至于三明治的肉片，请选择没有添加盐或防腐剂的烤鸡胸肉或火鸡胸肉。阅读标签很重要，但请等到您看到第6点，这个东西可能会在您不知不觉中破坏您的心脏健康。第6种，食物隐藏的高钠 excessive sodium。第6项不是单一食物，而是一类危险来自隐藏来源的过量钠。您可能认为自己很少使用盐罐，但我们摄取的盐分中有超过75%来自加工食品、预包装食品和餐厅外食，例如罐头汤、冷冻披萨、沙拉酱，甚至是起司。问题很简单，过量的盐会迫使身体滞留水分来稀释盐分，这会增加通过血管的血液体积，进而对动脉壁造成压力，这就是我们所谓的高血压。在一项针对血压略高的老年人研究中，减少盐分摄取量，平均能让血压下降8个毫米汞柱 points。这对于预防中风和心脏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。改变该如何管理？您必须化身为标千侦探，致力于保持每日盐分摄取量在低水平。特别是如果您已有高血压问题，食谱小撇步使用香草和香料来代替盐巴调味。大蒜粉、洋葱粉、胡椒、红椒粉和孜然都能赋予餐点美妙的风味，却没有健康风险。另外，记得在食用罐投豆类和蔬菜前先冲洗，这样可以洗掉高达40%的盐分。我要分享的最后一点，改变了许多人的健康状况。额外警示：油炸食品 （Deep Fried Foods），我们已经涵盖了6大健康威胁，但我想给您一个额外的警告，这是大多数人甚至一些医生都会忽略的。这就是第7种食物。油炸食品问题不仅仅在于脂肪本身，更在于烹调时反复使用的回锅油。
在餐厅和素食连锁店炸薯条、鸡柳条和甜甜圈所使用的油，往往会加热和重复加热数天甚至数周。这个过程会产生更多我们之前提到的那种剧毒、粘稠的糖化、损伤物质。额外建议，除非您知道该餐厅每天更换新油，否则在外用餐时绝对不要点油炸食品。为什么？因为经常摄取这些有毒物质，已被证实会迅速加速动脉硬化，导致更多的关节疼痛，甚至引发白内障。还有一点，大多数人会忽略，即使您在家使用气炸锅，也需要注意使用的油品种类，忘掉那些不稳定的种子油，如菜籽油、canola 或玉米油，它们在受热时会迅速分解并产生有害物质。您的最佳选择是使用稳定的油品，例如酪梨油，它能承受非常高的温度，非常适合高温烹饪。椰子油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这个小小的改变能立即减少发炎反应，是您迈向关节更灵活、思绪更清晰的最大一步。让我们回顾一下您现在掌握的力量：戒掉含糖麦片和白面包，以停止血糖震荡和脑雾；丢弃人造奶油和代糖饮料，以保护您的动脉和大脑；化身侦探，对抗过量的钠和加工肉品，以保护心脏病，降低罹癌风险；避开外面的油炸食品和回锅油。您今天就有能力做出这些改变。您不需要出房间，也不需要昂贵的饮食计划，您只需要带着这些新知识走进超市。如果您觉得这些建议有价值，并且希望继续对抗加速老化，欢迎关注更多相关的健康资讯。我们致力于提供有科学根据的内容，专为60岁后的健康设计。请在下方留言告诉我，您会首先尝试戒除哪一种食物？是代糖饮料还是培根？让我知道，只要控制好您的餐盘，您就能掌控您的未来。祝您健康，我们下次见。